陪你讀金句。不可使慈愛和誠信離開你，要繫在你頸項上，刻在你心版上。這樣，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惠，有美好的見識。箴言3章3至4節。經文教我哋要將慈愛同埋誠信繫在頸項上，係要我哋隨時提醒自己，要將呢兩樣美德同我哋形影不離。而進一步要刻喺心版上，就係要將呢一份外在嘅提醒內化，成為我哋生命嘅一部分。當呢一份內化嘅力量滲透入去日常嘅生活細節，慈愛同埋誠信就會成為我哋處事嘅自然反應，而再唔係刻意嘅規條。正因為呢一份由心出發嘅真誠，應許亦都會隨之而嚟。我哋唔單止喺神面前蒙恩，喺人面前亦會自然流露出一份美好嘅氣質同埋見識。如果你喜歡今日嘅分享，歡迎訂閱、讚好、留言或者轉發影片，祝福身邊嘅人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！